台北市新店市有一家客家义民庙，每次举办庆典活动，如果遇到台风天，不仅无风无雨，还可以顺利的完成。信徒说，可能是义民爷显灵，诚意感动天。烧香拜拜，向义民爷祈求平安；抽动签筒，向义民爷祈求好运。这里原本是新店市安坑地区一间大古厝，3年前规划成客家文物馆，里头除了有客家百年床铺和农家用具外，还供奉着客家人的神明义民爷。都新妇佬去抢分选进来，每年来拜，所以讲客家人啊，有只季节的地方，佢慢慢是搞要集中起来。黄金明说，庆典活动如果碰上台风天，每次都能逢凶化吉，顺利完成。敏感的事情感动了天感怕人啊，就会让人想念啊。每逢假日，都会有许多年轻学子到这儿来拜拜，看看客家文物，也来听听义民爷保重为民的故事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台北市有一家书局，里面卖了200多种客家书籍，甚至还有100年书籍的珍藏在里面。想看看外国人是怎么学客语的吗？翻开这本西元1626年的客音字典，里头全都是外国牧师以英文翻译咱们客家人的语言。而同样拥有376年历史的客法字典，里面也全都是法文和客语的对照本。想看看客家话，特别客家话。这里是台北市罗斯福路上的一家老书店，书架上摆了将近200种的客家书籍。比那个日本的教材，再去讲谚语哈，再去讲词典方面，再就不单单方面，包括那个像香港，其他也就研究泰流的客家，再去讲日本，再就写有关客家的资料。成立一间世界客家文献资料馆是魏德文未来的目标。他希望能集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，将客家书籍能够继续保留下去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四色牌是客家庄以前常玩的中国扑克牌，时代转变，四色牌已经乏人问津。不过苗栗县有民众发挥创意，把四色牌加工制作成家具。一有闲暇，四色牌就是张维福一家4口的最爱。不过您可别以为是在赌博，他们是将纸牌一张张折叠起来，加工做成家具，不过相当费时费工。应该就空闲时候做啊，一年就差不多一安不出差不多做2条天呢。你一系列就8个种的了，嘿，差不多4、5、8种。对制作家具很有兴趣的张维福，不仅将纸牌做成椅子，连一套餐桌椅都用纸牌呈现得淋漓尽致。不过繁复的制作过程，光是一套餐椅就花了5年的时间。要使用懂使用的啦，佢安尼做得，真要真得。哦，佢再带一家庭呢，要等一等。哦，那种个40分纸牌，我做起来。除了餐桌椅之外，张维福还打算帮自己做一个酒柜，重新赋予了四色牌的生命。张维福说，虽然辛苦，但是他们一家人乐在其中。民视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。